赶紧来关心天气，讲到今仔日呢，这温度有变较低，雨也变真大，是因为这东北季风变强，也个这风台万期外围云系影响。台湾的附近呢，水气是较高挂，也若这北部、东半部地区较高落雨。气象署也针对着基隆北海、花旗兰等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，另外也针对着12县市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将有可能出现强阵风，提醒民众爱注意。因为东北季风增强，加万宜风台外围云系影响，北台湾转做湿湿凉凉的天气。民众透早出外时阵，也雨伞爱搁穿薄外套。气象署拜1、18针对正方面的基隆、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，也有宜兰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。那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的山区跟东北部地区，一直在周4之前呢，雨势也可能比较持续明显，是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哦。气象署表示，伫南海的万宜风台下晡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不过外围水气持续向北过来，那北部、东北部落雨机会增加，中南部分量嘛有较济，有局部短暂阵雨。而且拜29透早，北台湾低温可能会降到18度。气象专家提醒，后礼拜3、27有一个增强的冷空气路南，是不是冷气团有待观察。特别是27号北方冷空气的这个强度，看起来可能会北部，当然我们以这个台北气象站为标准的话，可能有机会会接近到这个15度左右。另外，气象署嘛针对苗栗到云林沿海空旷所在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会有9级至11级的强阵风，爱多多注意。气象署指出，拜3过了后，风台外围环流减弱，不过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北部、东半部地区。北台湾乌阴落湿湿雨的天气会持续到2、3拜六，东北季风减弱，落雨情形才会减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